點解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好，而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差呢？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母親要負主要嘅責任，但係事實並唔係咁。古人話家和萬事興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前三句係咩啊？又有邊個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後三句呢？前三句係咁講㗎：父愛則母靜，母靜則子安，子安則家和，家和萬事興。後面三句係咁講嘅：父懶則母苦，母苦則子懼，子懼則家衰，家衰敗三代。無論係前三句定後三句，都係以父親嘅愛同埋惡作為開始嘅。喺一個家庭入面，父親要有擔當，愛妻愛子，先至會有母親內心嘅平靜。內心平靜先有情緒嘅穩定，情緒穩定啦，先可以為細路帶嚟滿滿嘅幸福感，家庭自然和諧，萬事自然順水。所以父親喺家庭情緒嘅核心責任人。一個家庭想往上走，最核心嘅就係父親對母親嘅愛。經營母親嘅情緒價值，一個女人係旺三代定係敗三代，都喺佢嘅情緒裏面啊！點解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好，而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差呢？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母親要負主要嘅責任，但係事實並唔係咁。古人話家和萬事興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前三句係咩啊？又有邊個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後三句呢？前三句係咁講㗎：父愛則母靜，母靜則子安，子安則家和，家和萬事興。後面三句係咁講嘅：父懶則母苦，母苦則子懼，子懼則家衰，家衰敗三代。無論係前三句定後三句，都係以父親嘅愛同埋惡作為開始嘅。喺一個家庭入面，父親要有擔當，愛妻愛子，先至會有母親內心嘅平靜。內心平靜先有情緒嘅穩定，情緒穩定啦，先可以為細路帶嚟滿滿嘅幸福感，家庭自然和諧，萬事自然順水。所以父親喺家庭情緒嘅核心責任人。一個家庭想往上走，最核心嘅就係父親對母親嘅愛。經營母親嘅情緒價值，一個女人係旺三代定係敗三代，都喺佢嘅情緒裏面啊！點解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好，而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差呢？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母親要負主要嘅責任，但係事實並唔係咁。古人話家和萬事興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前三句係咩啊？又有邊個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後三句呢？前三句係咁講㗎：父愛則母靜，母靜則子安，子安則家和，家和萬事興。後面三句係咁講嘅：父懶則母苦，母苦則子懼，子懼則家衰，家衰敗三代。無論係前三句定後三句，都係以父親嘅愛同埋惡作為開始嘅。喺一個家庭入面，父親要有擔當，愛妻愛子，先至會有母親內心嘅平靜。內心平靜先有情緒嘅穩定，情緒穩定啦，先可以為細路帶嚟滿滿嘅幸福感，家庭自然和諧，萬事自然順水。所以父親喺家庭情緒嘅核心責任人。一個家庭想往上走，最核心嘅就係父親對母親嘅愛。經營母親嘅情緒價值，一個女人係旺三代定係敗三代，都喺佢嘅情緒裏面啊！點解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好，而有啲家庭會越嚟越差呢？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母親要負主要嘅責任，但係事實並唔係咁。古人話家和萬事興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前三句係咩啊？又有邊個知道家和萬事興嘅後三句呢？前三句係咁講㗎：父愛則母靜，母靜則子安，子安則家和，家和萬事興。後面三句係咁講嘅：父懶則母苦，母苦則子懼，子懼則家衰，家衰敗三代。無論係前三句定後三句，都係以父親嘅愛同埋惡作為開始嘅。喺一個家庭入面，父親要有擔當，愛妻愛子，先至會有母親內心嘅平靜。內心平靜先有情緒嘅穩定，情緒穩定啦，先可以為細路帶嚟滿滿嘅幸福感，家庭自然和諧，萬事自然順水。所以父親喺家庭情緒嘅核心責任人。一個家庭想往上走，最核心嘅就係父親對母親嘅愛。經營母親嘅情緒價值，一個女人係旺三代定係敗三代，都喺佢嘅情緒裏面啊！